叱咤樂壇，叱咤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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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叱咤樂壇啦啦啦啦，7月份有啦啦啦啦啦啦。聽到呢個音樂就係要好悠閒咁樣喺度唱歌啦咁樣嘅，咁誒揾埋一班樂迷咧喺現場睇你唱歌啊，做呢個訪問嘅。台灣嘅經驗咪多啲啦，係咪啊？即係同啲 fans 有一個好近距離嘅接觸，係嘅。即係喺現場演繹都係啲巴嗰啲。係但係就冇咁近距離過咯。我哋而家之前一齊喺一個密室裏邊，因為咧呢個直播室都係咁細啦，係所以都係好 close。我哋而家其實係模仿，唔係台灣，係 BBC。哇 BBC 超級高級嗰啲，係咪啊即刻嗰隻 feel 啊？係呢隻啦嘛。係啦。咁盧凱彤啦，咁出咗國語碟啦，咁都喺台灣好多地方即係周圍宣傳啊，做訪問啊咁樣。而家呢個形式有冇做過啊？冇。喺台灣一路做電台嘅訪問嘅時候咧，通常都係自己一個人好可憐咁樣喺錄音室裏邊，冇主持人，冇 DJ， 只係有一個人喺出邊噏機，然之後叫我自己講嘢嘅。咁佢俾稿你嘅？唔係㗎，係要我自己，譬如揀20首我推薦嘅歌，咪知有誰共鳴？類似啦，但係自己一剔過咁樣去錄一個節目出嚟咁樣咯。一剔過唔可以錄 NG 都唔得，唔可以啊，好驚啊，所以好有壓力嘅。同埋仲要講國語喎。係咯。咁你介紹嗰啲歌都係 Radiohead 啊，自己聽。梗係唔係啦，我梗係介紹何韻詩嘅《出走太平洋》啦，鄭秀文嘅《808》啦。互黑 sell 兩個喺度。唔係嘅，真係有啲concept 嘅，咁喺一路模仿做 DJ 嘅嗰個過程裏邊，都要諗一啲同自己有關嘅人嘅歌去講嘅。係，咁有冇啲好似叱咤樂壇咁樣係即係齋講隻碟嘅，好幽默性多啲嘅咧？都有嘅，通常都係自己講咯。又係。咁即係自己訪問翻自己咁樣嘅形式咯，係好得意噶。即係我今次隻碟咧，其實就用咗幾耐去做咩啦，跟住揀編曲啊，跟住點樣寫歌詞啊咁嘅啫。係啊。有冇聽啫？所以我哋今日聽緊你咯。所以都有樂迷嚟到啦，現場呢度嘅。咁樣氣氛又好啲咯。係，咁睇下佢哋都有冇問題想問下 Ellen 一陣間。好啊。支持你啲咩咧？同埋係咪由 Seventeen 就支持到而家咧？咁所以呢隻碟啦，好好口碑，真係嘅。冇言，哇！突然之間無言同埋感激同埋感動添，因為大家都聽完之後，喂，真係好聽噶喎，咁樣每首歌都可以成為派台歌。所以當時你話揀不脫之女生啊，定係荒蕪中起舞咧，咁大家都真係爭持得好激烈嘅。咁啊，最後不脫之女生啦，跟住而家話，其實我又好中意荒蕪中起舞。係啊，但係派唔派好咧？派唔派好咧？定係派？咦？另外一首好咧，一路都喺度爭持緊。係咯，其實而家大碟出咗，應該好多人有好多意見俾到你啦。係啊，你接收到咩反應啊？好大部分嘅人都叫我派哽咽嘅呢首歌，因為始終佢嘅歌詞真係好有力量啊！即係講緊我愛嘅人每傷害我一次，我身體嘅一部分就會變成魚。咁我慢慢有一日就潛咗落海底裏邊，你再也看不見我流的淚。咁係幾有意境嘅，我覺得。咁就可能到時又再做一個新嘅投票咯。係咯。我成日都覺得聽眾可以去選擇聽咩派台歌係好好嘅事嚟嘅，亦都會令我哋更加清楚，即係大家對我嘅音樂有啲咩感覺同埋反應咯。係，咁所以而家咧呢隻碟咧，大家都話中意好多歌咁樣嘅。係喎。係咯，你自己其實有冇話邊首係最 number one 咧？實冇啊，就話首都中意啦。哇，揀一首唔理你。最中意啊！其實經歷咧好重要嘅，由構思國語碟啊，第一張自己個人專輯，去到呢一步啦，終於出咗啦咁。我覺得最神奇嘅一首歌啦，不如話其實係《荒蕪中起舞》。係，因為呢首歌其實唔係寫咗好耐嘅啫，寫咗大概2個月到嘅啫，真係交 master 之前嗰1個月寫起，然之後攞去做嘅。因為我只係從一個好單純嘅角度，我覺得 David Bowie 嗰種氣質好影響到我，而佢一個人出嚟掃住支木吉他，就會有一種呢一種曲風出到嚟嘅。咁我就做咗一種咁樣曲風嘅歌，而裏邊要講環保，亦都係好直接，因為我覺得我從來都好想講，但係未講到過，所以我要講環保。呢首歌嘅生命對我嚟講，雖然好
佢係好短暫。我嘅意思唔係話佢好快死嘅，而係佢係一個 BB 嚟嘅，因為佢唔係寫咗好耐。但係佢嘅力量比我想象中大，佢個威力亦都好大咯。OK，原來咧出咗嚟個效果個 message 出嚟可以咁大，即加埋編曲啦，甚至係成隻碟構思，跟住喺荒無中起舞可能會跑出嚟嘅。係啦。OK，咁你自己譬如喺做呢隻碟嘅宣傳，其實千篇一律㗎啦，講過好多好多次嘅。咁你有冇每一次有新嘅訪問都有啲少少火花擦出到咧？會㗎，當然會啦。對隻碟又有新嘅睇法咧咁？會，一定會嘅，因為一路喺度重複講呢一隻碟同埋介紹呢隻碟嘅時候，其實我都好似喺度，即係你好似寫完一本書，你睇翻本書，你又會諗到一啲新嘅嘢，或者你又會覺得，咦？唔係喎，原來我嗰陣時咁諗㗎，我自己都唔記得添。咁喺訪問嘅過程裏邊，先至可以喚醒翻呢啲記憶咯。跟住就可以令到下一部或者下一隻碟咧嘅歌曲咧有更加先成長啦。即刻快寫，有冇咁多靈感啊？冇，都要寫。咁咧，叱咤樂迷都喺度嘅，咁佢哋係咪大部分都聽咗 Alan 嘅呢隻碟㗎？係岌頭嘅，我幫佢哋講。咁有冇？耳直一片啊！呢度。係嘅，咁有冇一啲直接嘅意見，好想而家俾到 Alan 嘅咧？邊個可以埋嚟講下？唔好怕醜喎。咧，我覺得咧，盧海呢個係林二汶，你過咗嚟咗。盧海同呢隻碟真係做得幾好嘅。啲 fans 通常都係咁。今次隻大碟嗰啲 MV 就全部都，即係其實之前 EP 嘅時候已經輯錄咗，譬如等等，不過成日都喺睇到係喺上面碌嗰個 MV 咯。其實等等個 MV 就好台灣，唔好喊住，加油，唔好喊住。唔係，因為其實都等出大碟等咗好耐。係啊。咁某程度上，即係知道你可能會去單飛嘅時候咧，有啲開心。係啊，到啦，即係其實Seven 呢嘢都有買咯，但係加埋二汶係會有第二種感覺，因為佢可能和住你哋兩個去班輪隨唱，但係當你單飛嘅時候，其實好多人都話你個可能冇咗二汶，咁可能個歌路好似突然間好唔同，咁可能有啲即係譬如我有啲朋友就好接受唔到 Alan 單飛之後好似冇咁好聽咁，係，咁但係即係。如果 fans 嘅話，其實係 support 嘅話就，即係就算你單飛又好，你組合都好，都會 support 噶嘛。咁所以反而我會好期待，你出 EP 嘅時候買啦，然後而家但係我買唔到個首批限量版，即係買唔到個相機，係買唔到相機蓋套嗰個版啊。哦，但係都即係而家出翻都有買到。哦，多謝你啊！覺得好傷心咯，唔使傷心嘅呢啲嘢。寫到咧葵嘟嗰邊又會有唔知炒到幾多錢嗰啲。我唔自豪嘅，對於呢個炒價，我成日都覺得大家點解要坐地起價咧？嗰啲錢又唔係我哋袋嘅。我唔係話我要你嘅音樂啫嘛。係咯，我要音樂啫嘛，我點解要明明係賣咁多錢，點解要賣咁貴？咁所以有實力嘅人先會俾人捧嘅啫，即係先會有人去買。多謝。翻返去你頭先嘅讚賞啊，你話MV 啲 MV 好靚啊嘛，其實真係要好多謝歐雪兒嘅，係Suzy O 導演，等等同埋 Summer of Love 嘅 MV 係佢幫我拍嘅，我當時亦都係一臉迷茫，我同 Suzy 講話，我真係冇乜錢㗎啫，但係我真係我唔甘心為一啲我自認為係好好嘅歌拍一啲好低水準嘅 MV 咯，我覺得呢啲歌全部都好有畫面，但係我唔識得去表達啊呢啲畫面，我要揾一個好識得用電影或者用視覺去表達感情嘅一個人去幫我，咁我就揾咗我好朋友歐雪兒，咁佢就問咗我好多好多問題，即係究竟你想你嘅 image 係好似係 Seventeen 咁啊，定係成熟啲啊，定係點啊？咁喺佢問呢啲問題嘅同時呢，佢亦都開發咗我好多嘅思維邏輯。即係你自己都未必知，我自己都未必知，亦都未必有諗到咁多嘢。即係譬如單飛啦，我嘅 image 係點嘅呢？我鬼知咩？我從來都唔知噶啦，喺 Seventeen 裏邊都唔知，自己出嚟就更加唔會知啦。咁要好多謝佢幫我做咗2隻好好睇嘅 MV 咯。係，好彩係 friend 嚟喎，你知大導演嚟噶嘛？係啊，大導演。拍開王菲喎，講緊。就係佢拍開王菲，然之後有一日佢聽到我翻唱《Summer of Love》，佢話：阿妹，
原來原來佢第一隻拍嘅王菲 MV 就係 Summer of Love 啊，17年前。所以佢一定要幫你拍你嘅 Summer of Love。佢聽到我翻唱 Summer of Love， 佢一定要幫我拍埋呢個咯。咁啊話抵喎。係咯，即係佢又幫我撩心緣，我又幫佢撩心緣。係咯，有個結喺度咁樣，大家都有個緣分咧。其實係啊，係咯，原來畫面係重要，即係 MV 係重要喎。對於樂迷嚟講都，我成日都覺得香港嘅市場係好忽略咗 MV 嘅質素同埋 MV 嘅用處嘅，反而咧，你去台灣咧，你會知道大家都係用一個好大嘅成本去拍 MV，因為佢哋覺得而家視像嘅媒體係嗰隻宣傳係啦，已經重要過 MP3 好多啦。咁佢哋會好好咁利用呢一樣嘢，但係反而香港嘅歌，除非你係好前線嘅歌手啦，如果唔係，你係好少機會可以拍到一啲好靚嘅 MV。所以今次又好慶幸揾到佢嘅，因為唱片公司咧都將MV 嘅成本係即擺到最後先計噶嘛。你就算你話做好歌先，俾啲錢你做歌咯，拍好封面啊，影好個封面先咯，MV 咪壓到最低咯。係啊，所以識多啲 friend 拍得靚嘢就拍。一來二來最好就自己拍埋啦。係，你有冇呢個興趣咁嘅？17嗰陣時，我哋自己拍咗一個 MV 叫《安樂》嘅，咁就係用一部好計嘅digital camera 去拍嘅，同埋剪嘅，同埋上字嘅，同埋調顏色嘅，全部好似畢業作品咁嘅啫。係啊，但係做得好開心，我覺得。係咯，咪過程緊要咯。係咯，所以畫面係重要。嚟緊都會想拍好啲嘅 MV 啊。當然啦，嚟緊其實可能你都會睇到不脫之女生嗰個 MV 都係喺英國啊，實地取景。咁之後呢，仲有《荒無中起舞》嘅 MV 即將推出噶啦。咁我自己係覺得非常之滿意嘅。咁就係余正平，我現在嘅御用攝影師幫我拍嘅。咁佢除咗影相之外，佢都會拍埋片嘅。係啊，我逼佢咯。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剪先。都會託其他人剪嘅。不過小魚係一個好有才華嘅女攝影師。我覺得佢睇嘢嘅角度同埋佢幻想出嚟嘅嘢，真係同我識嘅好多攝影師唔同啊，好闊。同埋佢真係會去認清楚我呢個為人係點樣，我嘅音樂風格係點樣，佢先至再幫我諗我嘅 MV 係點，而唔係將我呢個人去成全佢想拍嘅嘢出嚟，或者塑造咗佢嘅心目中嘅形象出嚟。呢一樣嘢係好難得嘅，所以你嘅性格都係要突出啲先可以俾大家記得噶嘛。都係嘅，即係咁咪做到今時今日嘅盧海彤咯，盧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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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湯腩啊！咁咧，頭先我哋話咧，畫面好重要嘅。咁今日咧，你嚟到呢度唱歌就係咧，呢個畫面亦都會印咗喺呢10個樂迷嘅腦海當中，得佢哋喺現場睇到嘅啫。咁準備唱咩歌咧？你係俾大家點唱定係想自己揀啊？唔好煩啊咁樣。我覺得咧應該公平啲嘅，俾大家點唱。揀有民意啊。係啦，但係唱唔唱咧又係另一回事啦。點啊？同曾蔭權有咩分別啊？嚇 ！Fade out。唔係開定個 reverb 俾你，等你把聲更加靚啲啊嘛。好，係咪要點唱定係？我唱咗一隻先啦，好，先至再點啦。好，或者大半後再俾大家點。好啊，好。呢一首歌咧係我喺台灣一路袋喺袋嘅一首歌嚟嘅，亦都係演出次數最多嘅一首歌。我自己覺得好適合喺今日呢一個場合度唱，因為正如你所講。可能大家會等咗好耐啦，等呢一隻專輯，唔係話等我單飛啊，而係我自從出嚟講話17要暫時分開之後，我一路話出碟，隔咗有1年幾啊，single 啊，EP 啊，年幾啦，係啦，終於都出到碟啦。咁送俾你哋啦，唔怕等嘅人，送俾你哋唔怕等嘅人，等等。等等的等等，等你的眼神，等等的等等，再等等，等你說我們這個風和日麗的秋天，沒有別的事情更溫暖，除了
等等的等等，再等等，等你出现。想想想想想想想你几遍，再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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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留个什么的眼，在这堆积心碎的世界，发现你给我的很体贴。我要忙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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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着体验。你温柔的笑和低沉的靠在我身边，多好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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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你不爱，差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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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我就放开，在这互相沉默的几天，爱在心口里埋下伏线。我要等等的等等的等等，等多一夜，等等的等等的等等，把你打劫，等等的等等的等等，记住一切。掌聲鼓勵啊，非常之文靜嘅一群哈。你預嘅大合唱咁樣？我以為即係會哇一齊 chaser 噶嘛，大家嘣嘣嘣嘣嘣嘣，難啲嘅大佬，佢哋兩手吉吉咁樣嚟到呢度好難嘅喎。等等呢隻歌喺現場，譬如喺台灣咧，樂迷點樣接受呢隻歌啊？現場大家係陶醉咁聽，好似我哋頭先咁咧，都係陶醉嘅。其實尤其是台灣嗰邊嘅歌迷係更加文靜嘅，即係佢哋都係好似睇書咁樣啦，唔好嘈到人啦。係啦，唔好嘈到隔離啦。不過佢哋好得意嘅，佢哋咧會事後，譬如喺一啲網站啊，或者寫 email 俾我啊，都有嘅，即係會話啊，你今日嘅等等同尋日又有啲唔同啦。場場會睇晒，場場睇晒嘅，好多台灣歌迷都，即係甚至乎我去到台中或者高雄嘅一啲學校咧，佢哋都會特登搭火車落去睇我噶。咁嗰樣嘢係令我覺得好感動嘅事嚟嘅。係咯，哇，都追到落去，其實都差唔多噶啦。追到落去係啊，你都知道，都係咁噶啦。我真係有問啊，我有問其中一個 fans。因為我有啲學校所謂一日做3場噶嘛，佢3場都嚟，佢嚟晒嗰4日，咁我話你悶唔悶啊？真係都係嗰啲歌嘅啫，跟住佢深思熟慮啊
佢之後都係覺得唔悶喎，你真係日日都唱得唔同㗎喎。係。咁呢啲時候就更加覺得自己要努力啲咯，因為佢係講得啱㗎。冇任何係咯，即係冇任何一場 live show 係會一模一樣㗎。而我自己當我清楚呢一樣嘢嘅時候，到我要去 perform， 我要去表演嘅時候，無論我唱幾多次等等，甚至乎 at 17以前要唱幾多次，始終一天都唔會厭㗎。所以頭先咧，我哋喺呢個直播室嘅等等 version 咧，又係另一個 version 啦。係㗎。轉頭翻嚟繼續有叱咤樂壇啦啦啦啦。叱咤樂壇，叱咤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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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叱咤樂迷節目繼續有 Alan。啦啦啦啦。哇！頭先收到一位聽眾嘅來信啊，聽眾嘅來信就話：哇！今日我趕住去商台睇盧凱彤嘅啦啦啦啦嘅 live 啊，我呢直情斗膽到我叫我個老細幫我 send 啲文件翻公司啊。係盧凱彤嘅回應係呢啲咪 rock 咯。呢啲都係搖滾嘅一種態度嚟嘅。冇錯，係為自己想做嘅嘢就去做啦。係啊，不脫之女生啊，想怎樣就怎樣啊。呢班樂迷係咪有啲都認得樣㗎？有啲認得，有啲就陌生嘅面孔嚟嘅，我好開心啊！係咯，有啲新嘅。同埋有一位男士啊，你一嚟到話，哎呀，都好有一個男士，唯一一個。你都唔知我幾荒蕪啊！呢一片土地，荒蕪中女生，荒蕪中嘅女生喺度起舞。crossover 係啊。咁你之前你都有一架大嘅貨 van 啦，就周圍掀起住全港九咁樣，亦都喺上面唱歌嘅。係啊。呢班人有冇去啊？有啲有，我見到有啲人有去呢一個舟車勞頓演唱會。有啲人曬爆咗啦，就係因為太熱啦，係啊，好熱啊！有啲人中暑添，係咪啊？中暑啊嘛，真係慘陰公。朱柳派雪條，我有派冰淇淋，由你派真係正啊！係咧，我知。第二日個新聞嘅 title 就係盧凱彤零性感改派冰淇淋啊嘛。你唔派呢樣嘢，應該都冇乜特別嘢俾佢寫。啲 tag 真係點諗噶啦，我都去做先。但係係啊，今次好開心啊，因為喺台灣做咗咁多 live show 之後咧，有街頭 show 同埋校園 show 都有做之後，翻到嚟香港，有一種好熟悉嘅感覺嘅，因為我見到嘅面孔都好熟悉啦，同埋喺香港呢一個地方，竟然可以做到呢一種類型嘅街頭 show。都係我一個人一支吉他，但係竟然喺一架流動嘅車上邊，仲有冷氣添。咪唱片公司抌本咯，好抌本啊！我自己覺得好開心。個露天噶嘛，係啊。其實今次唱片公司錫你嘅，睇得出。係啊。你睇呢個包裝先啦，我頭先擺喺台頭一陣啫嘛，跟住唱片公司其他嘅人員嚟，哇！呢隻係貴嘅包裝嚟，係貴噶，同埋呢啲紙質啊，呢個盒啊都貴。同埋非常之好，即係東亞唱片佢哋亦都一方面好 support 我之外咧，亦都俾我有為所欲為。即係我個唱片封面要點樣影啊，我揾咩人幫我設計啊，完全都可以俾我自己揸主意。咁呢一個唱片嘅封面呢，都係小魚啦，余正平影嘅，而個設計就係林小月，咁就係喺台灣一個頗為出名做 CD 設計嘅女仔嚟㗎。佢之前幫陳珊妮做好多唱片嘅設計，咁今次我亦都好開心揾到佢。最大嘅開心就係嚟自我揾咗佢幫我設計之後呢，佢第一時間就問我攞我嘅歌嚟聽啦。第二呢，就係話你幾時有 live show，我想嚟睇。而睇完我 live show 之後，佢先至翻屋企去諗究竟應該點樣設計呢一隻碟嘅封面。所以你見到內頁呢，有一種若隱若現嘅盧凱彤嘅一啲相，同埋嗰種半透明似牛油紙嘅嗰種感覺。都係為咗配合我嘅歌曲而諗㗎，呢一樣嘢，呢啲心思，我覺得一定要多啲講俾大家聽咯，要大家要知道咯。亦都話俾大家知，同埋同行嘅人知啊，即係我哋香港好多時就係當一單生意啦，或者忽略咗呢啲細節咯，真係。即係你有個 deadline 嘅，我做咗俾你啦，做得靚就得啦咁樣。但係其實可能台灣呢係會用心放落去呢個佢要做嘅呢個 project 度，佢會睇埋佢嘅歷史，甚至可能發掘佢未來嘅嘢先再做呢樣嘢。冇錯，所以令個歌手自己都覺得好有心思咁。因為我嘅音樂係都係經過18個月嘅琢磨，同埋真係由深思熟慮之後先至推出噶嘛。咁佢着嘅嗰一件衫，
好重要，一定唔可以馬虎咯。我覺得係好緊要嘅。OK， 所以咧，你同阿姑嗰啲都係。一去咗台灣之後唔使翻嚟啦，又覺得香港好衰啊！我哋夾錢買樓啊！喺嗰邊又話台灣人真係好好多啦。都唔係嘅，其實咧講真啦，即係點解頭先話翻嚟香港都係有一種好感動、好熟悉嘅感覺，因為呢度始終都係我哋嘅根源地，同埋所有嘅故事都係先發生喺香港，先至有能力將佢推廣到去內地或者台灣嘅，所以我更加覺得，既然我哋喺台灣學到人哋嘅工作態度嘅好處，我哋應該將佢帶翻嚟香港，令到香港嘅其他歌手們都可以唔好話以我哋為榜樣啦，但係唔使太偉大住，係啦，即係只不過係俾大家睇，原來香港嘅歌手一樣可以走到呢一種路線㗎喎。係，咁你同阿姑係咪都喺台灣係，即係好多時相依為命啊？你有 show 我就做嘉賓啦，佢有 show 我又去咁。係啊，真係算係相依為命㗎。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好可貴嘅，即係我哋又差不多係同時間去台灣發展，所以都要互相照應一番嘅。係咯，嗱，咁佢今次成績都好好啦，即係入咗金曲獎女演唱人。你喊啊嘛？冇啊。咁你有冇繼續否認呢個目標係好似係想阿姑咁樣嘅，即係做得哇好犀利好大咁樣。我從來都冇諗過要入金曲獎㗎，但係當然啦，呢個係一個 bonus 嚟嘅，即係你受到嗰邊嘅評審同埋專業嘅人士嘅肯定。當然啦，即係我諗每一個出唱片嘅女歌手咧，尤其是喺台灣，都希望可以好似阿姑咁樣入圍金曲獎。但係對我嚟講，更加重要嘅就係我真係希望可以跑多啲台灣嘅校園，同埋吉他社嘅 show，因為出唱片除咗係因為想將呢一樣嘢賣俾大家，或者想大家去欣賞之外，我仲有一個少少嘅夢想嘅，就係希望可以帶領多啲女仔唔好怕彈吉他咯。係彈吉他係一種要刻苦耐勞、要有耐性去做嘅事情，但係我哋係做到嘅。我希望香港可以有更多嘅女樂手咯。OK， 點解你覺得女仔會怕彈吉他呢？呢個好男仔頭嘅，驚啲指甲留得唔長咯。係啊，指甲唔可以留長啦，唔可以搽指甲油啦，同埋會起疹啦隻手。第二就係女仔嘅肌肉係真係細啲嘅，同埋受傷嘅機會率亦都係高啲噶。但係，我都做到啦。係咯，應該好容易嘅啫，應該唔係想象中咁難啊，應該話。佢哋即刻真係笑啦，我都做到咯，一額汗咁樣。係咪先？係咪覺得香港樂壇冇咩人彈吉他先？女仔？係咯，好默認係。佢哋非常之傷心同埋深感抱歉，對於呢個。咁佢哋有冇冇女吉他手？俾你影響到聽你嘅歌，或者你咁講，我都想學下吉他，掂下吉他咁樣咧。有冇人係彈緊吉他嘅？而家呢一度有啊，有一位喺10個裏邊有一位，係咯，都有啊，係咪啊？會唔會係有可能係俾我影響嘅咧？或者起碼見到我彈嘅時候，大家都可以有多啲 reference。覺得呢啲歌，咦都彈到嘅喎，咁樣咯，係咪啊？好默認係啦，係。中意挑戰你嗰啲歌，挑戰我嗰啲歌添啊！因為好多怪 chord。係啊，嗱呢啲就真係有聽過啦。係咯，知道咩叫 chord 同埋係咩怪 chord。怪 chord 其實彈吉他都係一種表達自己嘅方式嚟噶嘛。咁我選擇點樣去彈呢一把吉他，同你點樣選擇去彈係完全唔同嘅。我哋可以喺呢一方面有多啲交流咯。希望多啲女仔站起來。攬埋支吉他站起來先，係啦，一齊孭住先，孭住支吉他。你係咪最捨得而家都係買吉他，即係最多成本抌落去吉他度啊？最多成本係抌落去修理吉他嗰度。呢排真係啊，係啊，因為飛嚟飛去咧，室溫同埋戶外嘅氣溫差別啦，仲有時呢個禮拜加拿大。下個禮拜就響溫州，再下個禮拜就去台灣咧。其實飛嚟飛去啲吉他好傷噶，都會嘅原來。會。你以為咁你嗰啲全世界啲吉他巨星都係咁飛嘅？唔係噶，所以譬如你見到某一啲樂手咧，佢哋會選擇攞啲冇咁貴重嘅吉他去 tour 嘅。我就數手指，我係冇任何一支吉他係冇咁貴重嘅，對我嚟講。所以中意得晒。係啊，全部都好中意，所以就心痛咯。有時就要拎去修理咯。咁有冇好似方大同咁樣啊？差唔多一首新歌要用一支吉他，買一支新嘅翻嚟去錄音。佢係咪真係咁啊？聽聞係。真係啊！有幾支咁好戥佢開心喎又。點解？我諗呢一樣嘢佢想做好多年噶啦，但係終於做到。有錢。
咁終於有咁樣嘅時間同埋金錢啦，能力啦，呢一種投資係不能忽視嘅，我覺得。不過我係以木吉他為主噶嘛，我從來彈吉他。木吉他有一樣得意嘅嘢就係，佢跟得你越耐，佢先至會越好聽，唔係好似電吉他咁樣，每一首歌有一把新嘅電吉他有一種聲。木吉他嘅聲係會隨住唔同嘅時間、唔同嘅年齡、唔同嘅階段而改變噶，因為佢係貼近你嘅心噶嘛。即係你見我坐喺度彈吉他嘅時候，佢震嘅時候，我個心口都會震嘅，因為佢貼住我噶嘛。咁我覺得我哋兩種唔同東西嘅共鳴同埋我哋嘅震動係會互相影響嘅，所以木吉他係彈得越舊越耐越好嘅。好，我呢一個事件會交俾雲海同埋Donald處理下。嗰啲邪靈，講到靈氣嗰方面，呢一隻木啊，幾百年，我相信嘅，因為木都係會隨住時間會有變化咁樣，個聲係實啲啊，冇錯，空洞呢度會有嘅，係啊，係我明嘅，但係我講笑啫，唔好覺得我唔尊重你。好啦，咁啊，而家係咪有到點唱時間啦？係啊，點唱啊？點唱啊？俾大家點唱。人造衛星情人，好，係即係比較偏門啲嘅，比較偏門啲、另類啲嘅作品。通常樂迷都係噶嘛，中意 side cut 嘅歌咁樣嘅。係啊，真正嘅樂迷係通常都係中意 side cut 嘅歌，因為佢聽得最徹底啊嘛。係啦，掄晒隻碟。佢哋唔係淨係聽大家嘅首播或者主要 plug 嘅歌。派台歌。好，人造衛星情人呢首歌咧，其實係有極重嘅 drum and bass 成分喺裏邊嘅，咁但係用木吉他去演繹嘅時候，又會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希望你中意。雨滴着，漂浮着，在街上，你裝作堅定。我沒有，你沒有說別的，只凝視着風景。陌生人在築一個黑影。我想說的故事未發生，你已經忘記。濕淋淋的空氣被抹上一道黑色牆壁，陌生人怎會這樣無情？我們找尋的一顆心，將不會出現在黎明。在街上，你裝作堅定。我沒有，你沒有說別的，只凝視着風景。陌生人怎รู้我們找尋的一顆心，將不會再次顯形。我們放棄的一從前，將不會見證我們一起。
唱啲。多謝。呢首歌喺album version 就比較編曲多啲啦。係啊，原來咁難唱嘅隻歌，係啊，咁高音喎，即係而家係咁樣 live 先至聽得出，原來個有難度喺裏面。係咯，嗬。因為編曲就冚過晒好多技巧啦，可能。冇錯，係係犀利喎！你自己作曲有冇自己玩自己？我同林二汶都有呢一個毛病嘅。即係佢寫完才女之後，佢勁後悔噶嘛，其實係大家都覺得做乜要搞到咁？係啊，但係咁辛苦就係好證明到我哋唔係諗住自己，或者唔係諗住表演嘅時候點算，先至去寫歌咯，真係從心而發咯，即係覺得去到呢一個位，嗰啲旋律應該係咁樣去嘅，我哋就好直接、好坦率地覺得咁樣寫就咁樣寫咗出嚟咯。Let it go, let it flow。寫歌而家自己嘅靈感點樣嚟呢？呢隻碟係咪已經嘔晒自己咁多年嘅精選出嚟啦？其實係㗎，咯所以下一隻唔知點算咯。大家都好聽，所以就係咯。點樣再喺咁忙，已經周圍飛啦，又擠啲時間出嚟創作啊咁。都會寫歌㗎，不過依家即係當然係忙嘅時候呢，係真係慘啲嘅，因為你唔會有咁多空間去諗一啲新嘅題目去寫歌。但係對我嚟講，其實自從8-9年前，明哥同我講咗一句，佢話阿妹，不如你開始寫下歌啊。其實自此我就冇停過寫歌。我覺得一個扁牌咁樣。呢個係啦，寫歌令到我度過咗好多青少年期嘅煩惱同埋情緒不穩定。我覺得哇，笑嘅點解你哋係咯，人哋咁感性，你哋笑嘅係真噶。細個有好多時候，我唔知你哋覺唔覺咧，即係 As17 最初組成嘅時候，你覺唔覺得我冇咁多嘢講噶？係，我覺係咯，你覺啊？連 live 都係係咯，乜都係阿妹講晒，或者林一峰出嚟唱。係啊，咩都係阿文姨講晒噶嘛。係咯，而家獨當一面咧，自己做嘅節目都係咁啦。係啦，自己因為俾人訓練要去做自己嘅節目，因為寫歌佢俾咗好多出口我，佢係一種令我可以好充分咁樣抒發一啲我用文字表達唔到嘅情緒。我可能只係哼一首歌嘅高音，我已經覺得係啦，就係呢種感覺啦，或者雀斑咁樣。我仲用前面一啲好低沉嘅聲，好似喃喃自語，咁樣去唱一啲歌，就係代表咗我嗰一刻嘅情緒。咁我將好多嘢投射咗落音樂之後，我反而個人就變得輕鬆好多咯。係，而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會一生一世嘅，當然一路可以繼續創作落去，一路寫歌落去嘅。你有冇諗過，如果當年咧冇加入 As17，而家係做緊咩？我應該係吉他教師。唔係啊，唔會啊，我完全唔會做關於音樂嘅嘢。我諗我會去咗 Greenpeace 嗰啲反對捕鯨嗰啲船上邊咧，第一個射嗰啲箭出嚟。喺港鐵站門口，先生早係少少時間啦，幫你介紹下呢個無國界嘅。有可能㗎，跟住勁扯住唔放嗰啲咯。知道有可能係做呢啲。係啊，唔會做音樂我諗。如果唔係識到黃耀明。OK，如果唔係咧，嗰個青春期都不一樣啦。梗係啦，當然啦。好，今晚咧要唱埋最後一首歌啦，時間嘅關係。係啊，你哋有冇點唱啊？冇就你準備啦。咩啊？哇 ，Hey Boy，你哋係咪一群啊？嗱，你又讀緊書啦，有邊個仲係讀緊書㗎？其實而家呢度應該有2-3個。2、3、4、5、6，好多喎都。6個。Hey Boy 呢首歌係好特別㗎，佢係寫俾我嘅中學老師。點解呢？因為我係15歲入行噶嘛，咁我入行之後，其實一路都仲係讀緊書，因為未考會考嘅。我記得有一日，中文老師同我講，佢話盧凱彤，你會後悔嘅，你咁細個就要進入一個咁複雜嘅圈子，音樂圈係大染缸嚟嘅，你真係會後悔，你唔好啦。咁佢係其實好誠心咁樣去，好誠心地去教我，同埋擔心我嘅。但係過咗幾年之後，我發現都唔係啊。其實我冇變壞到啊。係咯，而家證明咗啦。係咯，即係我依然都係做緊自己喜歡做嘅事。我冇因為名利或者冇因為要追求錢呢一樣嘢而變咗質啊。咁我自問，我都係驕傲噶，係咯，同埋另一方面係你可能影響到有啲樂迷，譬如學吉他、寫歌、聽你嘅歌都好，都影響到人哋啊嘛。最緊要就係生命影響生命啫嘛，又係講呢啲老土嘢，但係最緊要係咁樣咯，即係起碼唔會俾自己白過咁樣。冇錯啦，咁同埋我當然唔係話要鼓勵大家，放棄學業啊，去追星啊或者咩，而係當你心裏邊好相信自己有一樣嘢係你一生人裏邊一定要做嘅時候，你要堅持到底咯。
一定要做到佢為止咯。就好似首歌裏邊嘅一句歌詞，夢要想到底。Hey boy, what do you know？ 我沒有變成你想象中的人。Hey boy， 一切很好，我只是窮了一點，也有點小驕傲。不管有沒有獎勵，有沒有名氣，夢要想到底。不屬於我的，不是要我的，不需要提起。我要衝過一洞又一山，跨過海洋，不管多緩慢。我要跳過火山的入口，我要變成完美的災難，停止了吧，醜陋在我腳下，跨過了泥巴黑流沙。Hey boy， 認得我嗎？我的生活不是為了討好你一個。Hey boy， 放過我吧，我沒有理想，沒有現實，只有這幾句話。不管有沒有獎勵，有沒有名氣，夢要想到底。不屬於我的，不是要我的，不需要提起。我要衝過一洞又一山，跨過海洋，不管多緩慢。我要跳過火山的入口，我要變成完美的災難，停止了吧，醜陋在我腳下，跨過了泥巴黑流沙。Hey boy， 認得我嗎？曾經在你夢想裡出現的一朵花。多謝。其實好得意㗎，我真係前幾日就喺街度撞返我嘅另外一位中學老師。唔係你啱啱講呢番說話嘅。唔係中文老師。跟住佢見到我，佢話：我知啊，我知你講緊我。勁代啊！啲師生勁代，對號入座。可能成間學校啲師生都覺得我講緊佢哋。你會當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有共鳴咯。有共鳴咯。咁佢就話：你唔使驚啊，我哋好 proud of you 啊。咁我聽到又覺得。唉，原諒嗰個中文老師咯。當然原諒，其實一早已經原諒咗，我從來都冇嬲嘅。我真係明白佢出於好意咁樣去警告我。嗰個觀點唔同，嗰個價值觀唔同。但係我亦都好慶幸，去到即係畢咗業咁多年啦，我冇將老師教我嘅嘢俾翻晒佢咯。我覺得我真係有學到好多嘢，其中包括就係要徹底地做到最好咯。咁我希望掀起呢一隻專輯可以俾大家睇到。我今次係有好徹底地做到，我覺得係最好嘅作品出嚟嘅。絕對係啦，都睇住你大啊！嗰陣時出道啊，仲同阿林二汶啊着住件 T 恤嚟印咗 Twins 個樣。係啊。我仲好記得獨樂樂咁嘛，商台獨樂樂咁啊！我哋嗰陣時唱 Creep 同埋漩渦嘛，然之後扮晒嘢咧出到嚟啦。好扮嘢咪就係因為冇知識咯，我哋嗰陣時。然之後我仲記得記者影相嘅時候，仲叫我哋阿 Sa 阿嬌望過嚟啊咁咯，因為我哋着住阿 Sa 同埋阿嬌嘅 T-shirt 啊嘛。
你而家獨當一面啦，亦都係咧11年咧推出咗呢一張咧，我相信都好多人心目中嘅今年嘅一張好聽嘅碟嚟。起碼我會揀係10大之一，即係我每年咧都會總結㗎我自己，好啊，節目講又好，咩 Facebook 啊、微博都會揀10張最好嘅唱片，呢一張一定係盧凱彤掀起。而家去台灣係咪啊？7月就翻嚟開 show 啦，冇錯，都冇飛賣㗎啦，算啦，唔使講咁多嘅 show 問下嘅，如果問得多咪加咯，長咯，加嘅係咪應該都會將可能台灣嘅感覺搬嚟香港做嘅？唔會喎，我唔會，唔會喎，咁啊好啦，應該睇唔到啦。係啊，新嘢。完全係新嘅嘢嚟嘅，因為喺台灣我都係一支公噶嘛，即係我係自己一個人，同埋好大堆 effect 去做表演嘅。但係今次我係揀咗好大隊精英嘅樂手去同我一齊 full band 咁演出，而我哋希望可以除咗音樂嘅編曲上邊啦，喺視覺嘅效果上面，我哋都會落一啲功夫，俾大家睇到一啲唔同嘅面貌嘅盧凱彤嘅。係，再派冰淇淋到時喺度演，到時就派 banana。雪條好啊！多謝晒盧凱彤，亦都多謝叱咤樂迷嚟呢度。叱咤樂壇，叱咤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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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